北门区乡亲因为监管反对伫金湖里设立土质风资源堆置场，反而该场会破坏现有的盐分改良工，造成附近农地淹水。所以21号总议员议员蔡秋兰再次向市长请兵，希望市长撤销该土资场的许可执照。对此，市长面卡回应，目前已经是停工的阶段，一旦获得盐分改良工，就会撤销执照。这就是进前我本身已经有去遐足侪斗啊，而且呢，现里啊本身拢徛伫现场啊，吼，所以这个所在是离咱的住家很近。伊这条路是达20米的宽度尔，大车嘛袂使入来，所以呢，本身伫遮吼，那拜托咱市长重视这个砖头，因为讲实在，这个砖头。并无讲什么工厂啦，是加工厂啦，是啥物拢无。因为市长那有来答应讲咱的乡亲讲，他现在是停工的状态啦。市长也答应说，只要说有看到管子就无要互施工，就是停工的状况就对啊。拄则你嘛有讲迄着，我曾经我伫个咱议会大会承诺，准伊挖着这个。迄个做土质改良馆，吼，迄个真正是土质改良，毋是讲咱凊彩台的啥物铁管啊、钔管上的吼，是真正土质改良馆吼。我一定要求伊停工。目前啦吼，毋是挖着迄只停工，即马已经是停工的状态。吼，咱嘛要甲厂商讲，就是讲，你即马停工，互阮来分了来找看觅，若准有的话吼，就要要求你。吼，这点我阁再一次甲你。感谢你的关心。根据了解，北门金湖里甲七股当地一直以来上界出名，就是种洋香瓜，产地有一个每袋斤有8到10块行情。市场表示，去年加拿电商出销到2000多粒，所以一定会好好人手协助行销当地农产。咱家促销迄个哈密瓜，对，去年促销2000多颗，今年促销500颗。咱敢毋是，这是电脑卖哦，毋是讲咱去共运销的，所以咱未来对着金湖，包括七股瓜啊，吼，这个北门区遮足好的这个物产，咱就用心来帮忙农民促销。但青洋香瓜正式面积已经是全台第一，主要栽种就是伫金湖里，加上当地属于盐分土壤，农友的技术成熟，才互洋香瓜相当抢市。无希望小土质风的资源场受影响。咱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